看过日本的消息来关心咱台湾的水甲电的问题。桃园市区呢，伫个4月16日呢，一天停电停4摆，昨暝甲今日早起呢又搁停电。台电初步回应是，主要是变电所呢跳电要因为雷公雨，据说讲树啊去缀着这个高压开关，才会造成的失电。啊，目前已经修理好啊，因为连续3天拢有这个停电。外界质疑讲，敢有欠电的危机？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解释讲，是配电的设备出问题。 唔是送电的问题，啊，除了这电的问题以外，水情嘛有进步。王美花讲，这个欠水的时阵会特别注意工业用水节水的问题。台联工程车会再出动无人抢修，因为桃园市区今仔日透早佮传出失电的灾情。 树仔去卡到高压开关，缀到电线才会失电。因为透早单位讲落大雨，导致已经赶咧修理，毋过熊熊停电，影响到5000多户，互当地店家是无法度合法做生意。早上我们就做事做一做的时候，它就突然整个灯关掉熄掉了。如果一直跳电，就会很不方便了。用电用多就会担心。 就惊到西傍北傍停电，因为这3天桃园停电的意外直直咧上演。先16号会下晡1点多变电所跳电，含接瓦还高压断线，一天内停电4摆，影响是超过10万户。 昨暝阁因为跳电，3000多户停电，到半暝才恢复。想到今仔日透早阁一摆突袭，加上天气又阁停电，过要2点钟电照台。 桃园是配电的设备坏掉哈，跟供电的系统没有关系，事故哈跟供电完全没关，所以我想大家就事论事。王美花阁一摆解说，绝对毋是欠电，毋过除了电，水质嘛真贵级。乌阴天的天气，民众拢希望石门水库会当阁加落寡水。多算北台湾落大雨，雨嘛是保袂定石门水库。到今仔日透早，石门水库欠水量24.4%，比3年前半年可还也搁较少。宝山水库、雾社水库欠水量嘛拢干了2成左右。这个春雨还不是很理想。 但是跟百年大旱比起来，其实都还有这个相关的降雨。枯水期的时候，我们都加强这个工业用水的节水。全台湾最近邮警部阁可能引起科学园区启动抢水大战，老百姓敢若希望经济部会当赶紧解决无水电的问题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